前兩篇提及缺氧再灌注同埋氧游離基，呢兩個情況都會令細胞受傷。身體處理受傷嘅方法係喺受傷之處填補膠原蛋白 collagen， 呢好似外套褲磨穿咗，媽媽會縫補，又叫纖維化 fibrosis。例子係喺逃離火場時吸咗溫度高嘅濃煙，燒傷個肺，繼而纖維化，又叫慢性阻塞性肺病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。即使醫生話冇得醫，但如果可以減少纖維，便可以稍稍改善肺功能。方法係引出膠原蛋白酶 collagenase。一組韓國學者發現嚟自西芹、蕎麥、斑茄、洋蔥、奇異果嘅天然成分五荊黃酮 quercetin 有此功效。只要有改善，理論上可以透過長期服食越嚟越改善，不致衰竭。事實上，服食咗健康食品會被身體吸收進血液。於是，假如心、肺、肝、腎而纖維化，五荊黃酮隨住血液修補每一個器官嘅纖維化，